dona nobis pace cordium.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，在主内我心喜悦，信赖他就不用害怕，在他内欢欣。
他将来临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，在主内我心喜悦，信赖他就不用害怕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他在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，在主内我心喜悦，信赖他就不用害怕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，在主内我心喜悦，信赖他就不用害怕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，在主内我心喜悦，信赖他就不用害怕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他内欢欣将来临，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，在主内我心喜悦，信赖他就不用害怕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，在主内我心喜悦，信赖他就不用害怕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，在主内我心喜悦，信赖他就不用害怕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，在主内我心喜悦，信赖他就不用害怕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，在主内我心喜悦，信赖他就不用害怕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，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。有一次，好些税棍和坏人都来听耶稣讲道。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埋怨说：“这个人竟接纳坏人，并且跟他们一起吃饭。”因此，耶稣给他们讲一个比喻：假如你们当中有人有100只羊，其中的一只迷失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一定把其他的99只留在草场，去找那只迷失的，
直到找着了为止。一旦找着了，他就高兴地把羊儿搁在肩膀上带回家去，然后邀请朋友邻居，对他们说：“来跟我一起庆祝吧！我那只迷失的羊儿已经找着了。”同样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天上的喜乐，要比已经有了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所有的喜乐还大呢。假如一个女人有10个银币，失掉了一个，怎么办呢？她一定点起灯来，打扫房子，到处仔细寻找，直到找着为止。一旦找着了，她就邀请朋友和邻居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来跟我们一起庆祝吧！我那遗失的银币已经找着了。”同样，我告诉你们，上帝的天使也要为了一个罪人的悔改而高兴。有一摆，真侪冒水甲罪人徛来，耶稣遐要听伊讲道。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嗷嗷念讲，这个人接纳罪人，甲因食饭。耶稣就甲因讲这个譬喻：恁中间什么人有100只羊，放袂记一只？伊兼袂放迄99只伫旷野，去找拍无去迄只，找到着，一个找着，伊就真欢喜，将迄只羊放伫肩胛头。伊倒转来到厝，叫朋友甲厝边来，甲因讲，来斗阵欢喜，因为拍袂记迄只羊已经找着。我甲恁讲，亲像安尼，为着有一个悔改的罪人，比有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，伫天顶的欢喜会搁较大。也是有一个富人人，有10个银元，拍袂记一个，减袂点灯，扫厝内拍拼找到着，伊一个找着。就叫伊的朋友甲厝边来，甲因讲，来斗欢喜，因为拍无见迄个银元已经找着。我甲恁讲，亲像安尼，上帝天使会为着一个罪人悔改来欢喜。 모든 세리와 죄인들이 말씀을 들으러 가까이 나아오니 바리새인과 서기관들이 수군거려 이르되 이 사람이 죄인을 영접하고 음식을 같이 먹는다 하더라. 예수께서 그들에게 이 비유로 이르시되 너희 중에 어떤 사람이 양 100마리가 있는데 그 중에 하나를 잃으면 99마리를 들에 두고 그 잃은 것을 찾아내기까지 찾아다니지 아니하겠느냐. 또 찾아낸즉 즐거워 어깨에 메고 집에 와서 그 벗과 이웃을 불러 모으고 말하되 나와 함께 즐기자. 나의 잃은 양을 찾아내어 노라 하니라. 내가 너희에게 이르노니 이와 같이 죄인 한 사람이 회개하면 하늘에서는 회개할 것 없는 의인 99으로 말미암아 기뻐하는 것보다 더하리라. 어떤 여자가 10 드라크마가 있는데 하나를 잃으면 등불을 켜고 집을 쓸며 찾아내기까지 부지런히 찾지 아니하겠느냐. 또 찾아낸즉 벗과 이웃을 불러 모으고 말하되 나와 함께 즐기자. 잃은 드라크마를 찾아내어 노라 하니라. 내가 너희에게 이르노니 이와 같이 죄인 한 사람이 회개하면 하나님의 사자들 앞에 기쁨이 되느니라.主就是唯一真神。
神？哪里有他比我的自由？哪里有他比我的自由？主就是唯一真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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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里有他比我的自由？哪里有他比我的自由？
请为普世教会的合一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。请为着台湾的国家安全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。请为台湾的年底县市长、议员、里长的选举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。请为台湾的政府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，来与神同行，来祈祷。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。请为台湾人民能够去除这一些假讯息的攻击，能够分辨，来保卫台湾，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。请为疫情能在亚太地区受控制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。请为亚太地区的和平、台海的安全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。请为缅甸的民族争取和和平与正义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。请为亚太地区，特别在柬埔寨发生掳人的事件，愿上帝彰显公义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。请为亚太地区、香港的民主自由的未来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。请为亚太地区中国的政权能够走在公义的道路，甚至是政权能够和平的转移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困求的声。请为南亚的众教会来祈祷。主
请为朝鲜与南韩的和平与区域安全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请为亚太地区气候变化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请为亚太地区因为气候变迁成为气候难民，以及政治的威胁成为政治的难民的人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请为梅花台风在南韩所造成的破坏能够受到控制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请为亚太地区的基督徒能够实践光和盐的信仰来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请为每个人心中没有说出的意向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天
全能的上帝，我们的天父，求主引导天下万国走上正义和真理的道路，使公义所产生的和平在国际间得以建立，这样就可以促成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天国实现。阿们。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你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万事免烦恼，
万事免惊吓，有上帝羔羊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有上帝羔羊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有上帝羔羊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有上帝羔羊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有上帝羔羊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有上帝羔羊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有上帝羔羊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有上帝羔羊。Lord, have mercy on me. Lord, have mercy on u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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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rd, have mercy